这是咱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三书约翰三书的第1节到第4节，约翰三书的第1节到第4节，咱每一个版本的页面伫顶悬，咱开始看吼。最长老的批，寄予所听的加油，就是我伫真理所听的。所听的兄弟啊，我有愿恁万事会亨通，勇行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。因为有兄弟来干净你所存的真理，亲像你伫真理伫行，我就真欢喜。我听见我的囝伫真理伫行，我的欢喜无较大伫即个。以上即是咱请本堂柯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凡事兴盛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你互阮经过一个丰盛的年。这是阮自己伫遮，伫新春的时，我们献上阮的感谢。阮伫这个时刻，伫旧历年的头一天，阮献上感谢，也恳求上帝继续引带，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伫未来的日子，拢有主你的保守看顾。这是恳求信心甲阮同在，开调阮的心，互阮伫你的听中间。彼此扶持，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今仔日是旧历的新年的头一天，真欢喜看到大家拢坐伫这个所在，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所以拄则我感觉我有点紧张，所以手呢一直咧出汗，所以就一直咧切手，毋知是安怎？但是看到大家，尤其是侪兄弟姊妹啊，拢来到这个所在，心内实在真欢喜。虽然咱拢会伫这个节日，伫旧历的这个过年，咱拢会甲厝里的人做伙组织食饭。普通时啊，咱可能拢会透过讲用手机啊、讲电话，吼，也是用视讯咧看。但是特别的是，伫过年的时间，咱游玩见面。这个见面上重要的是，咱伫这个时间内面，咱会使看对方过去一年内底有生较悬无？吼，特别是囡仔有较老无？也是讲伫过年这几天，你已经开始咧食，有较大颗无？哦，也是讲你有变较水无？较缘投无？咱会当伫过年这个时间，咱组织做伙，看对方的精神安怎，面色安怎。伊的气力是安怎？咱会使透过彼此的见面，三角来分享、来讲话，知影讲对方现在的状况，以及咱伫肢体中间互相的接触，比如讲握手、拥抱等等，拢会当来表达你对你的亲人的关心，甲伊对伊的疼。所以今仔日我看到真侪兄弟姊妹。转来到厝里，转来到咱迦南教会，这个上帝厝的时阵，我实在真欢喜。所以确定啊，咱要彼此来请安，来问候。你爱甲每一个人拢甲握手，那会当诶，你会甲摸一个，你爱甲讲，看见你真好。所以这是咱徛个爱甲每一个人拢爱握着手，爱抱着吼，讲今仔日看到你真好。楼骹楼顶拢爱交流哦。
真感谢上帝，看到大家伫这个时间，遮尔啊欢喜快乐，咱互相咧请安，这实在是上帝恩典。伫短短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，我感觉到上帝的疼运行伫咱中间。这个疼实在是真水，看到大家彼此的请安，彼此的问好，特别搁较侪人互相咧握手的时阵，我看见信心伫咱的中间咧运行。这是上帝的疼，互咱会当真心来彼此相疼，这是耶稣基督伫咱的中间，这是信心咧引带咱每一个人。所以，当咱咧别人请安的时阵，咱会当亲像今仔日的经文讲：我是真心所爱、真理所疼。伊要讲的是，你是我伫真理中真心所爱的人，好无？甲你边仔讲。你是我真心所爱的人。既然对方是咱真心所爱的人，所以咱就要学习今仔日这张批信中所咧讲的。这张批信一开始是用一个真短的祈祷做开始的，这是约翰咧祈求。该由的身体、工作、灵魂有上帝保守甲引带。伊一开始讲，最长老的批，寄予所疼的该由，就是我伫真理所疼的。所疼的兄弟啊，我愿你万事会亨通，勇行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。华语是这么说。我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真心所爱的。亲爱的，我愿你事事安宁，身体健康，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。这嘛是咱常常咧面对，以及为着咱所爱的人、咱的亲人来向上帝咧祈求的。咱常常为着对方咧向上帝祈求。伊的身体会健康、勇健，伊的工作、伊的事业会顺利。咱阁常常嘛，我知影，咱拢有为着咱厝内底的人，伊的信仰来祈祷。特别咱拢会讲，遐也未信的，也是也未明白的，恳求上帝亲身来带因，来到上帝面前。咱嘛常常为着已经信的遮的亲人，咱祈求伊会当更较坚信。也是会当来参与伫服侍，献身来互主所用。所以今仔日咱会当讲，这段经文是一个真水的祝福，伊要祝福咱每一个人，甲你厝内的人，互每一个人的一生拢有上帝的祝福的同在。所以伫新春的第一天，咱特别爱将这个祝福放伫咱的厝内。伫新春这个期间，咱所拄到的人，拢爱甲因祝福，好无？佮甲你的边仔的人讲，愿你万事亨通。第二个讲，愿你身体勇健。上重要的是伫信仰顶面，这段经文拄则咧头讲，就是咱的灵魂。所以你嘛爱甲对方讲。愿你的灵魂亨通。安尼，我要问一下，你拄则接受到别人的祝福，有足欢喜的无？哦，那足欢喜的呢，咱就要知，这个祝福是对上帝来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儿，咱要将咱所领受的，甲人来分享。所以伫今仔日的批信内面，约翰知影该由的状况。伊安怎知？经文记载讲，因为有兄弟来探访伊，甲伊讲该由伫信仰顶面的状况，而且咧见证该由伊存伫伊心内迄个真理。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讲，有兄弟来证明你心内的迄个真理。咱若讲较白是讲，
加油知影，伊嘛坚持来持守伫即个真理顶面，就是加油，照着真理来行，伫真理中来成长。虽然伫过去日子，咱每一个人拢领受着上帝恩典，有时咱会走偏，但是伫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内面，互咱会当伫即个罪内面得到赦免。所以伫未来的日子，咱除了爱彼此的祝福以外，咱阁要爱互相扶持，做伙行伫信仰的道路顶面，伫生活中行出真理，互咱身躯边所有人看到，因拢会当甲别人讲：我伫某米人的身躯顶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我伫什么人的心内，我会当证明伫伊的心内有真理，好无？甲你的边仔的人讲，我要看到上帝伫你的心内，你会当证明这个真理。哦，即句话较长吼，意思是讲，你爱伫你的生活中行出真理。啊，咱甲缩较短讲，伫生活中爱行出真理。那呢，即个行，其实伫原文的意思内底是军队，是军队。军队什么？军队真理。行真理其实是咱的军队真理，毋那是同意尔，同意即个真理，你认同尔，你同意尔。更较重要的是爱应用伫家己的行为顶面。所以行伫真理中的人，其实伊就是将真理甲咱的生活做整合起来，整合起来了后，所以伫伊的信仰甲伊实际的行为内面，就无讲迄个无一致的问题，因为当做伙将即个两项真理甲行为甲伊的生活结连做伙，所以伫伊的内面，伫伊的心内面，会当将即个真理的教导甲行为会当互相来呼应。所以，伫今仔经文讲，互约翰大大欢喜的是，伊看到伊的囝儿会当伫生活中行真理。对伊安尼来讲，真理就是上重要的。好无？甲你边仔人讲，上帝真理是上重要的。这个真理就爱伫咱的心内爱符合。所以爱伫咱的心内符合了，咱爱行出来。所以这就当为咱所展现出来，无论你的行为、你的讲话，就会当来见证伫你心内所存的这个真理是真正的。所以当咱看到咱的细囝，也是讲老师咧教学生，伊会当照着你的教导讲，你爱安怎做的时阵，你甲教了后，这个囡仔或是学生。会当做出真正确的反应的时阵，比如讲，咱教会真侪较细囝，咱会教伊讲拍拍手，啊伊若过一感觉伊会晓拍拍手，哇，咱会感觉怎样？足欢喜的，因为伊学会晓一项物件。也是讲，你叫伊摕物件，伊会当将即个物件真正确的摕来互你。也是讲，咱伫学校内面，老师叫学生爱写作业。作业写了真好，佮正确，那呢，咱的心内拢会真欢喜。所以，当咱每一个人，咱会当照着上帝真理、耶稣基督的教示、信心的帮助，咱就爱将信仰落实伫咱的生活中。所以，上帝看什么是好的，我想伫弥迦书第6章第8节内面，已经甲咱真清楚讲，咱爱安怎做。就是爱行公义、好人品、谦卑，甲上帝同行。我想咱会当做到上帝教咱爱做的代志，行耶稣咧行的代志。所以我想天父上帝一定会真欢喜，因为咱拢有遵探伊的教导，遵行伊的真理，而且落实伫生活内面。所以伫这段经文内面，嘛是咧讲这种欢喜。这种喜乐是属灵的天父的欢喜，嘛是主的奴仆对上帝的这种欢喜，
因为看见上帝囝儿会当甲主的真理同行的时阵，咱就会当伫即个欢喜内面，咱会当真喜乐伫咧。所以伫未来的日子，咱爱每一项事，拢爱真正来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。所以耶稣爱咱做的代志，凡事兴盛，凡事兴盛，万事兴通，是因为咱对咱的心内相信，而且伫咱的生活中去见证天父上帝真理。那呢，这个凡事兴盛，万事兴通，这个属天的祝福一定会临到咱每一个人，而且咱会让真实的去经历到上帝放伫咱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的这个极大的稳定。我想，咱阁甲咱边仔讲，愿你万事兴通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，你真正听阮每一个人。互阮伫即个新春的时，我会当搁一届透过彼此的请安、彼此的交谊、彼此的相听，去体验到上帝你放伫阮中间的即个听。互阮会当彼此祝福，伫未来的日子，阮会当尊叹上帝你的话。将上帝你的真理行伫阮的生活中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万事兴通，身体勇健，灵魂兴通一样。献上阮的感谢，这是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同心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主